哦，一哈哎，你要讲阿松哥啊，为你带了个卷料理。谈到卷料理，就知道哇，迄当电影下嘅本身也高诶。不过我可能哈，主厨听说会做咁样，哈高级的饭店的卷料理。还好，你今要做哈，按照香根、青葱肉卷。哦，就按简单。香根葱肉卷啊，就很简单。冇像个小火鸡一样，哇，撞到哇，动澎湃，动复杂。哦，该太澎湃了，你今要好做简单，唔是。什么起米嘅？係啦係。哦，好啦，跟有牙天数嘅嘛。好，你啊葱韓國啲香菜呀哈，你這你幫我切碎。好。啊，你啊粉來做是這咯。因為你中意嚟做呀麵糊那樣東西是吧？啊，有按照冷水面，哦燙面，還有發面嘛。哦，你今日做啲面按照燙面，燙面一般你食落去哦，好會脹肚子啊，不舒服啊。那冷水面呢？冷水面有一個問題就是哈，它不容易消化啊。那一般我們在做燙面的時候，如果說來，我們今天麵粉如果是3杯的話，啊，3杯嘅麵粉。哦，因選中筋的麵粉時候咧，我們是高筋的哈，是在洗燒麥度中筋粉水放片。3杯嘅麵粉啊，該用幾多嘅水咧？一刀。一杯半。一杯半。哎，就是水哈，少水咧，你粉咧一半。按用等於係2比1。係2比1，錯2比1。好，它2比1，但是你摸講以前2比1充滿孔落去哦，做唔到，你要拌2度來飆，啊，拌2度慢慢來飆落去啊。你要杯的話係做得耐熱啊，所以你啊有啲嘅少水哈，先不用杯嘅少水咯，少啊。做乜嘅拌2擺呢？因為麵粉啊，佢保存嘅啊，特產麵粉保存係佢嗰種濕度啊，冇強要，所以一擺是長1杯半，然後標準灑落去哦，電到有啲會調濕。外地咧，就是天氣比較雜啦，雜加個情況啦。冇因為哦，咁樣用嘅麵粉啊，佢出廠嘅咁樣用嘅時間冇強要，有上時就像米用，有新米有 Q 米，哦，喺新米啊哈就較澀，用嘅水就是較乾掉嘅，個 Q 米啊不用較久嘅哈，就會較糟咩。就可能加啲位多加啲位水。標準答案，好，有很好的學生啦哈，算是資優生之類。資優生，好，你啊要啊，少水沖落去，啲麵粉開始來熟咧，啊，按係燙麵哈，一般講，哎呦，哦，響出嚟咧，因為燙麵哈，一般好消化，啊，因為佢冇用發粉嘛，有咩讓水去做，從你做包個水餃皮啊，水餃皮是冷水面，佢讓水去叫麵粉嘛，所以佢好磨消化，所以講煮水餃哈，要給它不是要多加幾次冷水啊，多滾加幾擺，2擺3滾啊2滾啊，青菜啊，捆包給它漿嘛。哎呀，做得嘛？做得。啊個燙麵和做乜嘅料理？燙麵主要是做蔥油餅，有沒有做得？基本是其實基本大家是蔥油餅稍微變形啦。那是到蔥油餅哈，又蔥嗰啲嘛，係嘛？那又摻啲的肉，一家炒嚟肉燥。第一杯下去吧，哈，很明顯嘅水唔啦哈。我們再講。全部切開哈，冇愛裝飾嘅哈。唔是，全部切來唔啦。哦。哦，天一杯嘅餅，係無解半杯嘅餅先啦，所以賺嚟咯，摸一下全部空落去哈，從嗰啲先餅啲的哈，因為啲麵粉餅啲咧哈，唔啲嘅吸水能程度好不好？我知道哈，一下你就講，還有上嘅幾樣樣嘅家庭主婦啊，我用嘅東西越來越多，就講唔開做下地度嘅幾樣樣嘅雞絲啊，咁啊貨越來越多，要磅秤啦哈，要愛動到一樣嘅。就講做一樣東西，就會動到幾樣嘅家具、廚具。我像頭擺呢個阿婆啦、媽媽啦，煮菜那用乜嘅一個切菜啊，哈，一係用乜嘅用來絲啦，哈，調理機啦乜嘅，一機菜多做天下，有冇？係你家菜多唔用叫人都喺度用先。係啊，像乜嘅磅秤。頭擺媽媽愛做麵食，那有乜嘅磅秤，佢就麵粉水攪啊，
咬起来那个触感，那个手感，靠那个手感错来给天要加水加面粉，好，按样就嘟嘟。你像你爱用啊，面团哦，就用手按搅，你爱少许冲落去哦，你莫用手进去研去哦，烫手嘿，个落度哈，用筷子啊搅拌一下。你要还全部就用手水没哈？那还有一种黑讲，你看你松弛过后，给按样的可塑性就变成动态哈。你会那个披萨拉披萨吗？算很会呢。啊，真的吗？来拉一下嘛。有没有很羡慕我那很爽的表情啊？如果这不是美食，那什么才是美食？面团哦，就用手按搅，你爱少许冲落去哦，你莫用手进去研去哦，烫手嘿，个落度哈，用筷子啊搅拌一下。你要还全部就用手水没哈？那还有一种黑讲，一般手水一般冷水，一样，有没有选烫面的一种？没黑烫面。好。有一点湿润度出来，就超给。那就是按用拉毛，而且不切太毛。拉嘞，哈，要摸啊，好，兄弟啊哈，一般已经成团了，湿润度没拉嘞，啊，那是表面必须再要醒，对，醒30分钟，啊，好，那是保鲜膜来 cam 起来，啊，我们放旁边去醒就好了。要用的按用面团呐哈，请主要本给有时间休息啦，因为按用搅干哈，第一个它的筋度会缩紧，第二个就是它的水分没有办法马上的就是融合的那么好。我们本给时间啦哈，给规下的用的感觉就老卡冇同样的，像压下哈有醒好的。醒好，好，我事先先把它醒好。那我们现在这边就可以把它先稍微清起来。好，这个也不要了。你这砧板行来没哈？砧板电它样，嘿，电它样来，电它样切，你先煎起来。好，你啊，还是有之前先要去法国的，法国的嘿。其实我知道呀，哈，你先从教的啊，教的啊，要做得陪你的观众朋友啊哈，来看一下，要出好的没哈？做的当桌面的，你看。呀哈，前面先搅好的，过老呀下张搅的，也完全就是冇强样的感觉。也唔係講佢攪當久哦，咩係用攪都差唔多用，不過時間佢就變來用。佢會鬆弛啊，因為讓它你面部你這邊筋性動態嘛，佢會當黑人捲呢，趕不開來。它已經鬆開來，所以很好趕。佢就像個酥呢嚟嘛，唔嚟到很，用個下佢就沒有彈性誒。結果我不用開了家，就變很軟。好，這個時候我們就很清楚可以趕它。要作檔啊，打啲粉上去啊，打啲粉。好，嚟擀面棍，擀面棍，哪怕有冇掃啲粉上去啊，冇機會完全淹到向下去啊。把它擀開來就好了。粉啦，叫洗出來。你看佢鬆弛過後，夾嘅用嘅可塑性就變到動態哈。我知道到這一個階段，有感覺好像要做蔥油餅的感覺。那是講基本上其實哦，是算蔥油餅的另外一個形態。我放了肉，放了香菜下去。要高肉。之前就炒好誒。我是用一條蔥頭，炒調油，炒啲調油落去，調一下味道，昂時上庭，沒冇，唔是特別鹽啊，因為肉推飯熟嘅豬哈，算是很好的品質。阿松哥，嘅按用嘅人嘅配件係做西餐的沒哈？係啊。你會那個披薩拉披薩嗎？算很會真的嗎？來拉一下嘛，這可以拉嗎？面團不一樣，面團冇同樣因為應該用的燙水面嘛哈，要燙面，然後呢，披薩面團呢，因為表的東西表下有冇同樣，啲彈性會很好啲的。係嘛？好，你要面皮掉些冇表漿嘛，所以還是要撒一點上去，撒一點鹽巴上去啊，用啲的木頭上去。
50度跑的时候，好。哦，真紧哦。古时候唔讲东北嗰种嘅拿坡里披萨嘛。嘿，拿破里是在烧窑的窑柴窑，那个意大利个披萨窑炉有啊，那只个会搭呢。嘿嘛，拜托你两下我给搭俾你好嘛？真是啊，细杂嘅就好诶。你给我查内筋，你想要几尺的？这个这么专业的工程问题，我很难回答你。那就看你的厨房有多大，我跟你说啊，不用，我想要搭在户外呢。哦，户外最好。庭院里面。对，你庭院。那像那种披萨，我们在烧柴的时候哈，烧柴我是比较习惯，最好是用什么木？用在欧洲苹果木。那台湾那有。台湾木很多苹果嘛，叫它，但是主要是用乜噶？荔枝啦，龙眼木啦，当最好。问题係龍眼木，即係叫上龍眼的嗰種酥味啊。係啊，之前係龍眼啊。跟牛眼就會磨誒磨吞誒。唔係，佢當然其實愛擠啊。會印上啦。係啦，用肉醬撒上去，哦。做一招就好哈。做一招就好。哦，然後好給它放均勻來哈。好。用乜搭嘅人用嘅咯？要咯。一家有興趣啊。哦，唔多你搭。我搭，我冇做好要特別食。係咯。喺度偏東要咪特別食，讓人特別食，特別盤店比讓人特別食都計。哦。用乜嘅材料？耐火磚。你要當放片耐火磚，耐火磚是好的。耐火磚還有耐火防嗰種係保溫層。哦。你冇背，常年到意大利嘅師傅咧特別食好，青菜就100萬80萬啦。內徑如果是1公尺所以80萬100萬，有時候120萬不一定，看那個師傅。你知道家庭式的一台也就好誒。係啊，你冇看差唔多80公分就做得嚟啦。你咪不用隻烤雞一樣差唔多。不用隻烤雞做得，80公分就不用兩隻烤雞嘅啦。披薩按太曬用不用按米皮哦。做得啦，你80公分，80公分一台嚟呢。係嘛？係啊，好，按上建議嘅時候，好，嚟建議來。古時候哈，像按用鍵啊，跟肉聽到要先熟哦，冇先熟啊，按用建議來唔好熟個。所以一定先炒熟嘅。好，建落去。好，建好咧，好，應該整形一下。比咧呀，哈，聽說都咁用嘅做披薩咁用嘅概念啊，想出來嘅。中西合併啊。係啊。好，按樣子爆好咧，就啊。好。平時拿刀來切，切開了以後是開始哦，來先開火，開火，磨嘢，先按，好，這裡好，好，我先開下去，火抹慢哦哈，你按個保個保溫洞哦，先燒好來，然後呢就是給它慢慢用最低溫去煮它就好，然後我還要調1杯的那個麵粉水，好，因為我們要像蔥油餅一樣這樣子做，一點點的粉就好。好，我來切這個。半湯匙的麵粉。不是，半桶，做的，然後我們給它加一點點油下去，一滴的油之後。冇加油就會算係乾烤啦。乾烤是好燥啲啦。你滴啲油落去，就做得咧。用煎咯。用煎，所以我一時一路做是蔥油餅，還沒加乜㗎？應該講到咁乜㗎？鍋貼啊。鍋貼。又有混了一點鍋貼的做法在裡面，好，上不要老多啦。哦，真嘅，主廚就係主廚，我知道按樣的做法懂太大。一般人不會想到要這樣做，而且想到這樣子也不會想到說會不會成功。好在我在家裡哈，就已經有練過了。哦，小朋友不要亂學哈，那手會燙到。開始有練過啊哈。好。唔過啊哈，有興趣啊，都不看要練看哪嘞？起做啦，唔會難人看睇人喺做，就啊，是小學生燙落去面皮是好啦，點30分鐘，有聽到聲音了哈。剛剛按用建議的時間啦，很上動，我用來做誒。哦，上煎咯，它會粘起來。因為我用建嘅勞動，我來搭比平平啊，像太圓圓的一種餅來用煎啊，冇想到其他嘅切落去。係啊。哦，哎呀，唔會散哦。會啊。因為鹽強，然後譬如話要麵粉水要下落去，叫做鹽做穩地。你
就讲做家庭主妇啊哈，都不开做下。你想讲安样的老煮菜啊，变到越简单越好。不过呢，要做主厨的呢，就要想办法来个料理啊，安样的做到当复杂拢当。复杂程度迄引力要后生，好吗？嘿那，其工序要非常的可以好冇穷华丽，嘿啦，也可以这样子讲。因为你看，你根本材料都动简单，你凊彩时常的卖都会材料，但是是爱做法好。大家加菜就都可以讲啊。嘿啦，是了冇穷用挺行啊，其他全部穷用啊。那卖多爱牛面卖多，全部卖多啊，奶奶卖多。像人按用的 style 啊哈，就唔係小虎的 style。完全冇用呀哈，人家最边边冇满用的哈，还是冇会表落去。好，你啊哈，他现在正在接复杂设备的哈，冇忙，因为佢按嘅时间比上嘛，写的时候咧。今日係沒有翕，係翕不？好來，好，先下下來就有的會創鍋貼，那有的會創個乜嘅生煎包。嘿呐，但是就是變形。水啦嘛。有的，可以，先加一些，不要太多。好，这些缝隙里面哈，让它填满了，到时候煎成一整片，像鱼翅一样。把火一定要小小的哈，我把火关小了。这锅子好哦，可能待会可以甚至把那个锅子火都关掉它。这保温的效果很好。好下去。好，我们待会后面再加第二次。阿妈，盖起来，后面再加第二次没有关系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给它一点时间。好压下哈，就等佢咁用嘅水先縮起來咪哈。水比熟糟了哈，然後佢蒜條開始變金黃色，就做得你要看下啲嘢哈。而家冇水嘅咩？全部走嘅。水都吸乾了。你看裡面咁用嘅麵粉水，一下就係用乾皮嘅。乾黃金啊，按啲石頭產業，應該冇個動態就把一邊下。不停筒就做得嚟。我停筒是做得嚟是挺熟嘅。先給它上，等一下把蓋着下來，蓋着過來啊！哎呦，我將要調水下。做得嘛？我們在調水。種嘟嘟好用嘅呢。嘟好啊。係啊。這個真的是表演特技咯。係哦。好，來1、2、3。做得嘛？哦，哇！要是姐姐衝右邊，它卸來的時候，一夾就直接摘下來了。嘿，冇想到，咁簡單哦。其實都簡單啦，唔簡單。係啊，好，這樣用你等下曬搶幾個試試啦，好吧？謝謝。香根青蔥肉卷，中間麵粉3比，滾水1比半，切做麵團後冰30分鐘。蔥誒鹽絲誒都幼幼誒，醃到麵粉都裝面烘，用滾誒提麵團展開以後，再冰到負責粉，炒好嘅豬絞肉，蔥誒鹽絲誒捲起來切一塊塊，冰喺煲烘煎。再等調1比麵粉水，平均倒喺蛋糕，將鍋蓋吸到熟，然後等水分吸走以後，就做喺豆上做咯。